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總共有12畫。呢個字係咩部首呢？我哋睇睇右下角，收埋咗個力字喎，佢就係力字部啦。力同勝有咩關係呢？勝係贏啊嘛，咁贏係咪需要付出好多好多努力先可以有機會獲取嘅呢？所以咪有個力字咯。勝利、勝出都係贏，但係佢哋喺用法上係有啲唔同嘅，我哋要注意下啦。例如我哋會話勝出了比賽，在比賽中勝出了，亦都可以話獲取勝利，在比賽中獲取勝利。咁就有以下兩個句子俾你哋聽下啦。1、經過連日來的努力練習，我終於在比賽中勝出了！感嘆號。2、經過連日來的努力練習，我終於在比賽中獲得勝利！